你甲看，你甲看文闹的，是啥文闹的吗？那谁说是文闹？我呐，哦，我几个死人，我几个死人啊？哦，谁说是文闹的？哦，这个老师讲，我是讲大数有原因，小数不小心，大数有原因啦，小数是无小心啦。一个人吼，发生一件大代志，你有原因的，你嘛佫无原因的。哦，咱今日什么人，要拄着什么劫，要拄着什么好，咱知影。所以，弄安出来的讲，认为是之后的统一，那不会是之前的统一。因为这之后后面啊，为啥后边后面呢，未进来咱唔知啦。咱那么这一定就发生出来，咱袂知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各位来给各位同学，咱跟着团队，咱跟着团队是对的，跟你共和会，跟你整合性，跟你整合属，这么说，后边是什么？这些人是爱给我。希望咱各位有这个班，咱大家再支持，再扶持，好不好？好了哈，这是为了交代，这是了哈。我的打起，我这再来一期了哈，一家人哈，最后一期就好。看一下，有日照，这个你公分，日照，咱今天检查到是7点来，这不是这样的，这不是。那这里啊，那有些底下的那主意，他们在火上，而家那玩热，到火上话啲做开他做很好，一年那个一年一，但德中一年比较一年是因为咱食老人，这段后边说那，咱忙去做一个老伙仔，咱做一个老和尚，你听意思无？老伙仔食老人，那会不礼貌。老菩萨是食老来，伊能量力健康，咱把这起来了后，咱做菩萨。所以这是后边最重要的一个重要。所以希望咱愈老来，咱心来负责，唔通食不老来，咱的心不动。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工作。咱唔通真正唔通爱讲，因为这种因这点，大家拢放心。哦，大家拢放心。当中讲说，受精基本上没有时阵啊，像咱这里啊，别看10来菜，我很明显，别看10来菜，太差了。你看这3个条件，面色红光光，哦，身体都健康哦，生活就方便方我唔知影哦，大家是真是欢喜。咱老菩萨给到几万，这都无啥好尔，是看恁的钱，无看恁的钱啦。伊哋是道中要照顾恁，道中要照顾恁，嘛，互恁有一个真正健康的环境，人做做生活，这是咱道中出于一片关系。但是希望讲，咱这自己来环境，拢看嘢啦，做注意话，你要行你，你要切花，你要回头，你要想，拢做环境。但是该大厝做多嘛？咱听无？大厝做多好啦，就人做偌济，大概想使，想东，这想还不够想，好。这样是10月2啦，10月28青考班，有一个青考班，10月28有一个青考班。被围观的啦。10月28是青班啦吼，10月28是青班的13名。8月2有一个青考班，如果咱一世人老想讲要学50几年，要50几年，无迄个无青考班做，无迄个无青考班。那有买过，今年10月26号要去报。太苦了。谁讲谁没去啊？是他，他真的没去。
咧，他们下底咱的组长，咱的领会当领导。8月26号今日电视啊，被我等你，别手机了哈，可能没都不看见了哈，这个小时不要来。最后，就我的鼓励大家相信另外新的愿望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哦，完。